真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我和尚文芳也拍过婚纱照，她也曾为了我穿上白色的婚纱，就这样站在这儿，对着我，甜甜的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，或许是我生命中最幸福、最美妙的时刻，因为在遇到她之前，我生活的色彩是单一的。我是那么爱她，那么爱，可她还是消失了。就在她即将成为我新娘的前一个晚上，她消失了。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给了我希望，又让我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。你告诉我，我会不会很恨她？你很像她，你的眼神、表情、气息，还有你身上的味道，和她简直一模一样。在无数个夜里，我都梦到过这样的情景：你背对着我站着，任凭我再大声地叫你的名字，你都不转过来。我从来没看清你的脸，但今天，你别这样。而且还看得很清楚。文芳，文芳，就让我这样抱你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因为过了今天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心里还有你，我早就放弃了。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了8年。我先回去了。啊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连吭都不吭一声，这俩人就跑了呢？我刚看见他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你有些话我现在说不太合适，显得我特有目的，但我不说吧，又觉得对你不好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我看他俩抱一块儿了。看清楚了吗？依然看着我，就把少宇推开，自己跑了。少宇找了个借口，也跑了。行，看来他们俩是按耐不住了。哎，你这反应不对吧？你一点都不惊讶、不愤怒、不悲伤。现在按情节走，你不是应该一拳捶在墙上，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抱着我哭吗？是，我也奇怪了，我怎么会有这反应呢？可能是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吧。
这一切都在你意想之中。先生您好，您现在可以拍摄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们今天不拍了。哦，好的，没关系。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预约金也交了一半了，不拍也退不回来，多浪费，还拍吧。跟谁拍啊？他都走了。你？啊，你别多想，咱们不是拍结婚照，咱们拍的是闺蜜照。我从小就想当新娘拍婚纱照，一直没实现，就当满足满足我。咱们可以拍摄风格轻松活泼一些，而且我保证，绝对不将照片恶意散播，然后你未来老婆也绝对不会看到。不是我跟你拍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呀？你这thân行头2小时吧弄了，你钱也花了，什么都不弄，这才叫不合适吧？走了。跟我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那个夏阳没在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哎，对了，这是5万块钱，我刚从银行取的，你先给你们老板交个定金。这是你存下的钱，我不能拿。这不是我存的，我的折子在我妈那儿呢，我拿不出来，要不我早拿来了。这是我赚的，你放心吧。你哪里一下子赚了这么多？没看出来吧？我自己我也纳闷了，我怎么没早发现我有这才能呢？这么多年我早发现我有这本事，我早发了。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我抢的，我能直接给你吗？我炒黄金赚的。这事不能碰啊！你去快把它退了，我不能要。我现在这是赚钱了，我又没赔钱，你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这是合法的，这叫理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发现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像我沾了毒品似的呢？风险。好，我知道你说的对，是有风险，但那不得看谁做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不是赚钱吗？你看似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啊，但是我赚钱了，不是吗？美国华尔街那帮精英想方设法就想做空黄金，可是最后怎么着？你看，那财大气粗的高盛公司不是还是退出了吗？所以说，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市场。我知道他有点土，但是我们家有这个规矩，媳妇儿一进门吧就得打件金器。其实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什么都能处理好，不管是这咖啡厅的资金，还是我妈的事儿。其实我明白我妈的心思啊，你别看她那天那样，她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她就是担心我。反正我就是想努力帮你把这咖啡厅盘下来，这样你生活上有了依靠，咱俩的事在我妈那儿不也好说点。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有些事情很难，我知道。我不想你太辛苦，我可以等。你知道我在乎什么，不在乎什么，我只想你好。小傻瓜。
最近公司没什么问题吧？您放心，这2个月公司接到了3个大案子，这是谭总比较辛苦，一直陪着我们没日没夜的，就连设计图纸他都要亲自审查。这是我们公司刚来的员工依然。依然。哎，来了吗？少宇，我刚才看见尚文芳了。你看错了，那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职员，叫依然，长得像而已。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了。正好这个博乐公司的合约也来了，一起看看。啊！你等会儿，玩完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干嘛呀？玩你游戏去吧。不是，我等你半天了，我也不能傻站着呀。什么站？我刚才给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看的。什么机会？你也没说一人只能看1次呀。我看。我刚才可是第一时间就跑来给你看，可是某些人呢，他就偏偏不在意，浪费我的品味。没有，我看见了。哎，我看了，我真看见了。不过呢，我就看见那个4字，那是不是写着“恭喜薛晶晶同学荣获这个足球宝贝的400强啊”？有400人报名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算我是400强，那也是你教出的。是我教的，您这么好的图形，那肯定是我教的，这个我绝对不推卸责任啊。如果真那样也没事儿，咱慢慢来呗。就您这智商，那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咱进那250强那都是轻轻松松的。再过个3年5载，咱就奔着那前100强去。唉，本姑娘晶晶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，自己看。4强。那是，这都4强进决赛了。哎呦，薛老师，你可太厉害了啊！这都进4强了。我估计啊，就您这智商，那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那就是省级的足球宝贝啊！说不定哪天咱就能去那天下足球主持节目去了。谁刚才说我是400强来着？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？我承认我自己笨。这次啊，还真得靠你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。谦虚，你看你多谦虚。走上车。干嘛去啊？吃饭呀，好好庆祝一下，我请你。不用啊。为什么不用啊？咱这么好的喜事儿，为什么就不能庆祝一下啊？我这还没拿第1呢。再说了，要请那也得是我请，要不今天就小食堂吧，先当是一个小小的谢师宴。等我领了奖金以后，我请你吃大餐。你看，你干嘛呀？我就图你这2顿饭啊！你这比赛还没结束呢，就没出师，知道吧？师傅帮你练级，那肯定就得帮你伙食。别再跟我掰扯了，再掰扯我那些独门秘籍可就再也不告诉你了。快点儿吧，啊！快走吧。走嘞，咱们去东门吃小龙虾去，怎么样？坐好了。一个手镯就把你打发了，这钱咱们得还给他。要盘店的话，这钱不够；不盘的话，咱留着这钱也没用啊。现在说这些都是多余的，现在最关键的是，他们家里边是怎么想的。自己家人都会介意，更何况别人呢？姐，咱不说这些行不行啊？我现在就想让你过得平平安安的，让你过得幸福。我知道他不介意，但是这个事情已经牵扯到咱们2个家庭的关系了，不仅仅是你们俩。一直以来，
我都是家里的负担。你到现在也从来不考虑自己感情的事情，我也知道，是因为我拖累了你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没有这回事儿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所以我们一直辛苦到现在，就是为了让别人不这么去想。我仔细想过，你也需要这个点。你是个男人，娶媳妇儿不能什么都没有。你说什么呢，姐？我还小呢，你管我干嘛呀？他讲的有道理，他妈妈担心的也有道理，我们不能不考虑。我整理了一下账目，说实话，还差的不少。我不想他这么辛苦，不想他做危险的事情。可我看到他努力的样子，我总不忍心破坏他心中的那份可能。妈，你不要再问了，我再说一遍，她不是尚文芳，她是依然，是林天乐的女朋友。这个女人就是换100个名字1000张脸我也认得，你也不用蒙我，她是谁你心里很清楚。少宇，你难道忘了当年她对你做了什么？尚文芳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她已经过去了，请你不要再提，我也不想再听。现在咱们说回到依然，依然只是我公司的一位员工，她工作很认真，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去刁难她，可以吗？她如果永远消失在你的生活里，不再来祸害你，我自然什么也不会说。可是她现在回来了，居然还要嫁给林天乐，她在你的生活圈子里还阴魂不散，这说明她根本不愿意放过你。妈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我回来了。哎，这有谁呀？梅兰妮，梅兰妮，这是我母亲。哦，阿姨好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不睡觉。梅兰妮，她是梅龙温的女儿。是。少宇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家的房给咱们抵债了，你也住进来了，你还把她留在这儿，你是想要她给你下毒吗？妈，你能不能不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那么复杂，那么消极，可以吗？他的父母现在连人影都见不到，梅兰妮也没有地方住，我只是暂且收留她而已。她人很单纯，你不要把她想得那么复杂，可不可以啊？你就是心太软，你这样的性格能干成什么事儿啊？是，或许我什么也干不成，但话说回来，如果不是因为咱们家，他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少宇，你能不能让妈少操点心呢？你人什么样你不清楚，但是妈清楚。你呀，还是太单纯了。到了咱们家现在这个条件，多少人想钻进来图点好。咱们做事千万要小心，不然一定会被算计的。好，我会小心，你放心吧，妈。依然，你去趟会议室吧，王董找你啊，来，我帮你。哦，谢谢。王董，坐吧。哦，不了，你有什么吩咐就直说吧。我们都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还是回来了，尚文芳。哼，王董，我的名字叫依然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我在说什么。你等这一天，应该等了7年了吧？你想利用林天乐来摧毁我们谭氏？我没有，不过我确实要跟林天乐结婚了，但是这是我的私生活，我想我没有必要跟您汇报吧。私生活？哼，你的私生活就是把自己装成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然后步步为营，再利用男人的同情心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，这是你最擅长的事，对吧？尚文芳，我现在要警告你的是，离少宇远一点，也不要希望利用林家来摧毁我们谭家。
你不要想得那么天真。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商文芳永远别想用到你那些小伎俩。我没有，我也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正式通知你，你现在被开除了。我也是刚知道，我们相处也有段时间了，即使不在一起工作，私底下我们也还是朋友吧。那当然了。这是我做的报表，具体的交接内容都在里面了。门卡。走吧，我没事的。回来啦？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以后我都不用加班了。啊？不是你，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被辞退了。等，被辞退了？谭少宇把你给辞退了？跟他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做的不好。不是，那辞退你得有理由吧？为什么把你辞退了呀？啊？我给谭少宇打一电话。是谭少宇他妈，他辞退的我。他妈回来了？不是他妈回来，为什么把你给辞退了呀？啊？先别问那么多了。家里有酒吗？10个男人7个傻，8个呆9个坏，还有1个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再让他离开。喝酒，来，干！行了，哎，今天咱别再喝了，行不行？再喝就该伤胃了，好不好？啊！这些年，多少痛多少苦，我都熬过来了，这点酒算什么呀？哎呦，你高兴，高兴什么呀？你跟我说说啊！我要成为你林天乐的媳妇儿了。啊，就这个呀？啊？谭少宇，啊，是吧？啊，依恋啊，是吧？林天乐在这儿呢。哎，那个咱俩玩游戏好不好？我问你答，行吗？好，哎，那个你跟我说说，我一直以为啊，是你跟谭少宇之间啊有什么隔阂，能跟我讲讲你们俩之间有什么隔阂吗？啊？我知道，你心里现在有1000个想象，1万个怀疑，但是你要相信我没有骗你。不是我相信你什么呀？啊？哎，你看啊，我现在都把你啊，依恋呀当亲人了，你不应该把我当亲人吗？你跟我说点实在的，好不好？把酒给我买上。好，买上。哎，刚才我那问题啊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跟谭少宇到底怎么了？依然睡着了啊？
不愧是姐儿俩，一喝粥一喝酒，什么也问不出来。哎，你是跟这儿睡还是回屋睡啊？啊？起这么早啊？哎，起来了，坐那等我啊，粥马上就好啊。我呀，给你煮点粥。昨天你不是喝多了吗？起来啊，胃肯定不舒服，喝点粥养胃啊。还有这个，一边吃呢，一边看看报纸。这画红笔的呀，都是我觉着呢比较适合你的工作啊。你看这儿有财务助理，有广告策划，还有这个总经理助理。我就想了，这总经理助理吧，未来肯定免不了要应酬，又得喝酒，你又喝不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你啊。来，一边吃一边看，吃好了，看好了，把自己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开始新的一天。谢谢你。你看，老跟我说什么谢呀？知道你这人呢要强，凡事呢都得干好了，不能让别人比下去。我老觉着你跟家里胡思乱想的，不如啊出去看看。当然了。你要是觉着这段时间累，想跟家里好好休息休息，也行啊。对了，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？没有，酒品好着呢，就是一直喝，喝完了就睡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哦，好像说了一个什么这么多年什么最难熬的事都熬过去了，就想问问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昨天丢了工作，心情不太好，所以瞎说了什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哦，我倒没什么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对我坦诚。哎，这几个工作哪个更适合我一点啊？哦，我觉得这还行，就这个财务助理，你以前不是学这专业的吗？而且这工作你也干过，我觉得这个相对而言比较适合你。我也觉得这个比较适合。对，有双休，有节假，多好啊！来，咱们就试试这个。好。行，你先吃，我再给你摊个荷包蛋啊。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辞退依然？我是董事长，辞退一个员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辞退一个员工需要合理的理由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一个普通的员工，你这么上心干什么？你说给我听听，我不能辞退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他没有做错事，所以你不能辞退他。妈，你不能因为你的私心这么做事情吧？我的私心？你倒是说说看，我自己的私心是什么？我的私心就是希望你好，希望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我有错吗？好吧。我来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要辞退他。他是不是尚文芳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可以不承认，哪怕他不是，就因为他长得像，那也是他不走运。我不能让这样一个人留在你身边，你明白吗？你这是无理取闹。妈。我不喜欢你这么干涉我的工作。既然你把公司交给了我，那所有的决定全都在我。我不想这样连我的员工都保护不了，你知道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要保护他什么？我做的这一切，都只是为了保护你。我要把有可能伤害你的人从你的生活中清除掉。少宇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假设。我只是假设，假设尚文芳再重新回到你的生活里，
难道你还会原谅他们？我们根据客户的需要做了以下设定，这是我们整个婚礼的主题，颜色呢是以粉色系为主的，像手捧花、手腕花、交杯酒的花，还有那个话筒花都是以粉色的。为了跟这个主题相辉映，我们还启用了非常经典的卡通动物形象，那个是 Hello Kitty 为道具。哎，等会儿，就是你们这些都是根据谁的要求定的呀？我呀，你放心，我的审美绝对没问题啊，挺好的。不是你觉得你的审美跟依然能比吗？你看看你穿的一身运动装就来了啊！什么呀？这叫年轻有活力，懂不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麻烦您呢先回避一下，我刚才有点事儿说。哦，行，谢谢啊。哎，您跟这弄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婚礼策划，还跟这冒充新娘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家婚礼策划是我以前朋友的关系介绍的，必须打着我的名义才能打折。我这是为你好，而且这家婚礼策划是最好的，从服务到审美全部都是一流，还跟我来劲。哎，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来了呀？依然呢？依然被辞退了，正找工作呢。今天有一面试。辞退了？为什么呀？少宇他妈回来了，把依然辞退了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问半天问不出来。你也不想一想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少宇的妈妈一回来就把依然辞退了？啊，还有就上次在婚纱店，这怎么突然跑了呀？你后来问出来了吗？就照婚纱照这事儿啊，我是一直想问，依然呢就一直黑不提白不提的，我也没找着一合适当口就问清楚了。啊，对。那天好不容易找着一合适机会，他被辞退那天喝多了，我玩命问，就是不说，就一件事儿，就是难受。难受归难受，你也得问呐。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可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了。这事儿可不是耽误你一个人，可能还耽误了人家依然。我们呢对你也挺满意的，啊，你也有做过独立策划案，形象呢也相当不错，啊，条件呢比较适合我们公司，啊，这样，你先回去，等我们答复以后呢，你才来正式上班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那我就回去等你们的好消息了。行，再见。谢谢。喂，你确定他刚刚去面试了？行，我知道了，继续给我盯着。回公司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对，我是依然。不是，你们没有搞错吧？刚刚还跟我说我的条件很合适，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就来上班了。不，等等，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不可控因素吗？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
你们才来啊？电话里都说不清楚，干着急。什么重大发现啊？你猜哥们找着什么呢？机密文件啊！让你看看哥们的办事效率。这2天我就一直想你这事儿，我总不能让我哥们不明不白就结了婚了，所以我通过重重关系从老师那弄到了这张照片。你猜这是谁？脸都看不清楚，这谁呀？这个尚文芳。可惜就是脸看不清楚。不过我觉得你是这方面专家呀，你看有可能恢复吗？按照现在这程度，恢复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，小李，哎，有这么个事儿，我这儿呢有一张那个人物的照片，因为年代太久了，这个脸上有点看不清楚，模糊了，这身上都能看清楚。你比方他穿这个坎袖的白色衬衣，那领子上还有水钻呢，那脖子上那项链连字母都能看得清楚，可就这脸看不清楚了。按照现在这技术，现在能修复吗？哦，是吧？那行，这样，那我明天把这照片啊拿到店里来，啊，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哎，不对啊，哥，你这个跟我说的有些不太一样啊。这个受损程度明显不是这样的。你看这染色部分都已经没有了，这样修复起来几乎没有可能。不是我昨天晚上看他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照片是依然故意弄坏的？不对呀，他怎么知道你有这照片呢？我就是怀疑啊，我也不确定。可是你说家里头没别人，那照片昨天还好好的呢。按道理说吧，他昨天找工作没找着，心情也不好，没工夫搭理我，更没工夫把这照片弄成这样啊。要照这么说，他心情这么差，还有心思干这事儿，那这女人心机也太重了。哎呦，关键是现在我们没证据能证明这是他干的呀，而且照片复原不了了，我们也没法证明他是不是尚文芳。我一猜你就在这儿。您这一天到晚的也没什么事，您老往这儿跑什么呀？送照片啊，闺蜜照。看，哟，可以呀，这造型，哎呦，大片儿范儿啊，可以以假乱真了。瞎说什么？我今天来吧，是有个想法，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说。你不要结婚了吗？咱就跟美国人学一下，弄一个婚前单身 party， 把雷雷啊、依然啊、少宇都叫过来，咱聚一聚。你觉得现在这架势，我有心情搞什么单身 party 吗？这婚结不结得成还两说着呢。哎，我觉得这主意挺好。你想啊，依然和少宇要万一真有什么事儿，你现在弄一单身趴，他俩心里该怎么想？说不定我们就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想不明白呢？依然心思缜密，
防备心也重，咱们得从少宇那儿入手，对吧？现在你们俩结婚，谁最着急啊？当然是少宇了。人一着急就容易暴露，真相就出来了。好像听着有点道理啊。怕什么啊？哎，这项链我怎么见过呀？啊？其实早就应该来看你了，但是这2天公司的事情太多了，回家还得照顾依恋。天乐怕我太累了，就不让我那么操心了。我见过，在医院依然来看我，戴的就是这个项链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我当然看清楚了呀，我当时就想问来着，我想也不是什么大牌子，然后造型也挺特别的，碍于各种我就没问。没错，肯定是这个。你确定你看清楚了？我确定。照这么说，那现在这条项链应该还在依然那儿。哎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在我的房间啊？哦，我这不开空调吗？你房间窗户没关，我关过窗户。哎，那个依然，那个后天我们搞这个小范围的聚会，就是那种婚前单身的派对，你一起来呗？婚前的单身派对都是男生，我就不去了吧。哎，别，朋友你都认识，也不分什么你的我的，也不分男的女的，你就一起来吧。我真的不想去了。你看，都是磊磊、谭少宇、爱宝什么的，你还是说不想见他们当中的谁呀？没有啊。依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跟我说呀？还是你对我隐瞒了什么事儿？我有什么可跟你隐瞒的呀？真没有。那这聚会……行，我去。那我先回屋了。你看啊，我找你来呢，这不是我跟依然结婚了吗？我呢想搞一个这个婚前的单身派对，邀请你来参加。这一来呢是想感谢你，在依然上班这段时间里那么照顾他。这二来呢，这不是你们俩已经不算是上下级关系了，未来我们就是朋友了，是吧？你看这你妈呢，刚把依然给辞退了嘛，依然也没告诉我为什么。我就是觉得，要是依然真有什么事做错了，或者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聚会上呢和解和解。我这人吧，就属于心比较重，想的比较多。
我老觉得依然呢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，没跟我说实话。所以我就想，这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未来我俩得生活一辈子呢，最好能解的都给他解开了。你了解他吗？啊？你了解他吗？或者说，你跟他真的合适吗？哎，你这么一问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。有些事儿呢，我从来都没跟别人说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要结婚了，我也不会说。但今天我告诉你，你很了解吧？我向来做什么事情目的性很强，我很强势，我不允许自己失败，不允许自己走弯路，更不会跟别人说我失败过。我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控在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内，这样我有安全感。这么多年了，哪怕我再辛苦，我也的确没有失败过。但我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的感情。我的感情失败过。你是想跟我说，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谈恋爱，是因为你感情受过挫？是。可是我没听明白这和你问我那2个问题有什么联系吗？就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女孩，才会无果而终。我才是今天的我。我不想从现在开始，未来的林天乐和现在的我一样，走弯路。你那个慢点喝。怎么样？哎，你是没看见，就他那样吧，不能用累或者烦来形容。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睡了。问出什么了呀？什么都没问出来，跟我说了好多。他跟我说的吧，我从来都没听过。他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感情，然后说他这里头空，反正最后跟我说让我别和依然结婚。明天的聚会想好了？说实话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，但是一想到真的要去面对的时候，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特别怪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敢相信，跟我生活了这么久的依然，他会一直骗我。我真的特别想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能够真正的面对我，把这些事情说出来。哎呀，你别瞎想了。我觉得不是所有撒谎的人本质都是坏的嘛，咱得看看他的动机。能陪我坐会儿吗？
鞋我已经给你擦好了，就在门口直接穿就行了。我还给你包里面放了一瓶牛奶，待会儿出门记得喝了。哦，晚上去之前你先垫吧点吃的吧，要不然对胃不好。不过晚上还是少喝一点吧，意思到了就行了。天乐，天乐，啊？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没想什么呀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哼，干嘛呀？一大早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，愁眉苦脸的。我们是去参加人家单身狂欢 party 好吗？一副臭脸，讨债啊！谁臭脸了？我一直都这样。我不像有些人，表面上装的没心没肺的，这心里边吧难受至极。哎，我还真是好奇啊，你说，在这天乐告别单身的狂欢 party 上边，你说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和他即将娶的女人，心里什么滋味啊？翻江倒海是不是？哎，什么意思呀你？什么意思？装什么傻呀？就说你呢，穿的花枝招展的，就是个配角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可不扛你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吃火药了吧你？对啊，我就是吃火药了，来点我，炸死你！咱们人都到齐了，让我先讲两句啊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和依然的这个婚前单身派对啊。那个打今儿以后呢，我跟依然就不再是单身了。各位同志呢，要谨记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你们仍需努力。来，来。天乐，哎，依然，天乐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以后替我照顾好他。谢谢谭总。以后我不是你的上司，大家都是朋友。你跟天乐一直关系那么好，也希望你们两个以后能够亲如兄弟。我们也敬一个吧。来，我就祝你们永远幸福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一起。哎，好嘞。看你们俩这么幸福吧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以前发生在咱们学校的爱情故事啊。你们想听吗？想。那我讲了，就是我们学校吧，以前有一个长得特别帅气、很英俊、家境又很殷实的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呢，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2届的师姐。他一直以为自己能跟这个师姐一直相爱下去，可是没想到，这个师姐后来突然就消失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就变得沉默，谁也没说，就独自出国了。你讲这故事啊，我还真知道。我不但知道，我还有你这故事里面女主角的照片儿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看啊？好啊，你带了吗？带了。来，你们看看。哎呦，怎么毁成这样了呀？这女的看不清啊。这照片呢，我拿到手的时候呢，本来是可以依稀的看见这个女孩的相貌的，但是
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被人弄成这样了。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。哎呦，这实在是看不清了。少宇，你看看，你认识吗？海宝，刚才那故事就是讲我的是吧？我承认，那男的就是我，而且那张照片呢，也是我拍的。我还知道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是谁。她叫尚文芳。那你能告诉我，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吗？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是不是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？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是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了吗？我是尚文芳。徐远，如果不是我们查清楚，你是打算瞒我们大家一辈子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就算我跟你说了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好，就算你听不懂，那你为什么要把照片毁成这样？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身份？为什么一定瞒着我？别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那我就问你，为什么瞒我们所有人？为什么瞒我到现在？你一直在背后查我，现在有族群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我，你觉得这样做你不过分吗？我过分？过分的人是你，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你不就是想把他当做一张长期饭票吗？谭少宇，你太无耻了！那少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弄得我们一头……你闭嘴！这事跟你没关系。听清了，听清楚了吗？她不是依然，她是尚文芳，她不嫁给你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件事我问过你很多次，你就是不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现在回答我！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，她很物质，你不要娶她。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不能娶？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一定娶她？你爱她吗？你爱她吗？你爱他吗？你爱依然吗？你到底爱他吗？我一直也挺奇怪的，你怎么喝了顿酒，突然就说要娶她呀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娶她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医院送我回去，我醒了，我在医院的床上。李天乐，我是尚文芳。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我那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医院送我回去，我醒了，
过分的人是你，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喂，我哲。哎，我说小公主啊，怎么今天听你的声音都蔫了？你平时不都是活蹦乱跳的吗？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跳不起来了。你怎么样啊？这么久没给你打电话，今天特难受，你还打过来了。妮妮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肯定有事儿，说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什么事儿都写在自己的脸上。那如果算了，没什么。哎，我的小公主啊，你就别吞吞吐吐的啦，说吧。如果你喜欢的人跟别人那什么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我们为什么要搬出来，不住天乐那儿啊？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给天乐添麻烦了。他不嫌我们麻烦。大人的话，小孩听着就是了。干嘛呢，依恋？东西都拿不住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惹我生气啊！等会儿我。心情不太好，也没地儿去，过来找你。我是不是很丢人呢？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上了床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但你说林天乐居然是这种人哈，我真的是看错他了。我怎么想都没想到他是个这么随便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夏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说话，再也不理他，这个人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提他以后。
你心里还是很难受，对吗？我难受什么呀？我一点都不难受。我告诉你，他不值得我难受，高兴得很。你这样说，是因为你心里有天了，并且不愿意相信这一切。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依然谈一谈。我找依然谈？那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他会告诉我吗？把你所有对他的疑惑都告诉他，他应该会向你坦诚的。会吗？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有些话其实说开了更好。谢谢。依恋，我刚才不应该对你那么凶，我给你道歉。我们去找天乐吧，我想吃他做的鱼和面条。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是吗？我说了，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去麻烦他了。你骗人，你就是骗人！他根本就不嫌我们麻烦，他很喜欢我的。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我不想跟你待在这里，他肯定现在也在找我。你给我回来！我讨厌你，你每天想什么做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只知道要我听话，只知道要我按你说的去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依恋，我知道你已经很懂事、很听话了，但是你真的要理解我。在这个城市，我们俩能生活下去真的特别不容易。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依靠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相依为命。等你长大了之后，我会跟你解释这一切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学会独立，要开始我们新的生活，好吗？坐下来，乖啊。喂，依然，我想跟你谈一谈，方便吗？我们两个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跟天乐已经结束了。我觉得有些事儿还是要当面跟你谈一谈。希望你能答应。我现在不方便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这件事儿，我觉得关系到我们几个人，不光要对自己负责，也要对别人负责，对吗？好吧。这天乐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这事儿现在真麻烦，早知道就不讲那故事。好心办坏事儿。这也不能怪你啊，有些事情早知道要比晚知道要好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明天你约天乐出来吃饭吧，他现在一定很需要你。你说我现在去他们家找他怎么样？
跟依然谈了吗？依然都搬走了。我吧，就属于那种自己是一混蛋，自己还不知道呢，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处理好，结果呢，没对人家依然负责任，还把人家这么多年的伤疤给揭出来，放在太阳底下晒，也不管人家疼不疼。你说我干这是什么事儿？就是我挺对不起依然，也对不起梅兰妮，也对不起我这么多年的哥们儿。你说我这不就一混蛋吗？这事也不能全怪你啊。事情都已经到这样了，你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啊。当务之急是想想这些事儿怎么处理吧。我觉得梅兰妮和依然那边，你都可以先缓缓。主要你还是先找邵宇把这事说清楚吧。邵宇压根就不可能见我。所以啊，那你更得找他了。他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不找他，他一辈子都不理你。还有你跟依然的事儿，我觉得吧，那种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得响的，也不能全怪你。这事儿肯定怪我。哥们儿，要不是我出那些馊主意，这事儿也不可能变成今天这样。唉，对不住。有些事儿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有必要当面跟你说。首先，我要承认我对天乐的感情，加上你之前的一些行为，我对你怀疑过，所以我查过你。我知道，像我这样一个浑身是泥的女人，就这样住进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，你怀疑我，这很正常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天乐会和你真的发生些什么。天乐都告诉你了？这一直是天乐的一块心病。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儿的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真的挺难接受。这些话我说起来不太合适，可我还是想问问，你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？我的看法会影响你的决定吗？会。如果你能让过去的事儿真的过去，并且能跟天乐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，我祝福你们。过去的并没有过去，你不要纠结了。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跟天乐那一晚什么关系都没有发生过。那你为什么要骗天乐呢？欺骗天乐，我一直都心里很内疚。他对我跟依恋都那么好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可能我说出来你不会相信的，我一直想找机会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。可是因为一些顾虑，我一直都没能说出口。你有什么顾虑呀？我能看得出来，天乐非常喜欢你，而且他只喜欢你一个人。
你知道吗？其实有的时候，我挺羡慕你的，能拥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。现在一切还都不算晚呢。林先生，谭总现在很忙。林先生，林先生，谭总，我没拦住他。我有事儿找你说。我跟你没话说，你走。少宇，我跟你没话说。不走是吧？不走我叫保安。林先生，请您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你工作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和少宇是不是有……我是想报复他，可惜一直都没能成功。你为什么要报复他呀？少宇他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们俩曾经是相爱过，那个时候我一心想跟他在一起，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俩对彼此都是真心的。可是就在我沉浸在甜蜜中的时候，他突然消失了。我到处找他，都找不到他人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才一直在躲着我。少宇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如果是误会的话，他早就来找我了。7年了，已经整整7年，我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他连问都没有问过。要不是我一直咽不下这口气，回到这里来找他，他可能会以为我一直消失在他的生活中了吧。不过，这可能是他所希望的。像我这样一个被他玩腻了的女人，如果能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这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依然，我一直都觉着你身上背负着些什么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背负了这么多的爱和恨。这些都是谭少宇送给我的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之前还放出这么狠的话，依然，你就应该找他去质问。我今天之所以能答应你出来见你，主要是我心里一直对天乐很愧疚。我知道你跟天乐是因为我才一直压抑着彼此的感情，我真的挺抱歉的。天乐他是一个很善良、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你应该去跟他说清楚。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，你就代我转告他吧，让他消除顾虑，你们好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这事儿，这个事儿我说合适吗？合适啊，很合适，这是事实，事实谁说都合适。快去吧。那我这……快去找他吧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啊！嗯。